各位同学好，欢迎来选修我们国立联合大学摩课师课程，客庄文化数位典藏电子书设计。我是你们的授课老师张成基。那这个课程的目的呢，主要是在面对当前的网络及社群媒体发展下，大学生应该如何了解传统的客家文化，并且将这些客家文化加以包装行销。透过数位典藏的方式描述客家文化资产，并透过文化创意产业把客庄产业行销出去。我们这堂课呢，也会结合电子书媒体工具推广客家文化，以及结合创新设计为客庄经济产业取得竞争的优势。这门课主要的架构呢，我们可以分为4个，就如同这门课的课程一样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先介绍客家文化中的客家人物、客家的节庆，还有我们传统的工艺以及客家美食等等。我们把这些客庄的文化资产用数位典藏的方式加以描述，并且透过实地访谈来记录这些客庄的文化资源。最后，我们会用电子书的形式呢来呈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的知识创造的流程大概会有哪些部分。我们把客家文化资源调查，将这些客家文化的资源呢，把它清楚的整理好，透过数位典藏的诠释资料的方式加以记录。最后呢，我们会做成电子书来进行故事的行销。在这门课所谈到的客庄，并不是只有局限在客家庄的部分，也不是只有局限在台湾的客家庄，而是全球客家人所在的地区都会被列为我们要调查研究的范围。首先，在台湾的客庄有哪一些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客委会所公布的70个客家重点发展区，尤其是苗栗的18乡镇。它每一个乡镇呢，都有他们很注重的客家文化。那其他包含有桃园、新竹，例如说竹北、竹东、新埔、关西，这些呢，也都是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，有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。在海外，客家人所居住的地方，散布在世界各地。你可能很难相信，在1999年。摩里西斯的钞票上面就印着客家人，他是一位叫做朱梅林的。另外，在苏利南也把客家话定为是法定的国家语言，所以全球的客家人其实都有很好的发展。那在我们进行客庄的数位典藏介绍的时候，我们是以客庄的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来看。人物的话呢，除了个人或者是团体都算是在内。事件的话呢，有相关的一些活动。时事就包含有节庆。地理方面呢，就是包含我们的客家庄。物品就会有我们的美食跟工艺的部分。我们针对这些客庄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调查，对全球的客庄或者是在地的客庄进行各项文化资源史料的普查，形成可以活化而且利用的资源。透过多媒体电子书的形式进行文化资源的策展以及文化的推广。透过文化资源的调查、典藏的收集，建构完整客庄的数位典藏，为将来客庄的发展成为一个垫脚石。我们的课程内容呢，将依据数位典藏的作业流程来进行盘点、分类以及田野调查。我们规划有客庄文化资源普查相关的一些训练的课程跟教材。我们来介绍数位典藏、文史、田野调查一些访谈的技巧，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让学生能够增加相关领域的知识跟技术，提升调查的能力，包含数位典藏诠释资料的注入，以及乡土人物文化资源的田野调查。那在
诠释资料的注入方面，我们会采用客委会他们所制定的诠释资料标准，例如说诠释资料的辨识码、我们踏查的日期、文化资源的种类、名称，以及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称，还有它的客语的拼音。那我们调查人员以及提供的相关人的姓名跟地址。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的理由，以及我们给予它的一些关键字，然后我们拍摄一些相关的影片，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文化资源呢，我们进行一些描述，然后它的一些历史的脉络，它保存的价值，他们所在的地区的一些整体的特色，还有它的来源、年代、文化的类型、意义以及分布的范围，还有呢，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价值，它保存的状态等等的，还有呢，目前它保存单位的一些地址、历史的源流的历史来源、保存的技术有没有一些价值，是否可以再加以更新，又或者是它是一个节庆，它举行的活动的时间，还有它的周期，主办单位是谁，主办人，还有他的联络人、联络电话，这些呢，我们都会详细的记录。还有呢，记录它的这个仪式的过程、重要的特征，还有相关要注意的这个事项，这些呢，我们都把它做详细的记录。最后，把客庄文化资源调查的成果，我们会集成一本专题报道的电子书，并且确认文稿的正确性，让它成为一副适合一般民众阅读的电子书。我们这堂课呢，会教导各位同学使用 EPUB 3的格式来制作电子书。我们会有陆续相关的一些课程，教导各位同学呢如何把这些成果呢把它编辑成电子书，然后加在网络上面做一些呈现的效果。那以上呢就是这门课的一个简单的介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